多謝大家選用西門子嘅電器，依家為大家介紹洗碗機連接 Home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嘅方法。係連接之前，我哋需要先下載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，註冊一個賬戶，登入賬戶後將你嘅智能裝置、手機或者平板電腦連接至 WiFi 網絡，最後開啟埋智能裝置、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藍牙功能，就可以準備做連接架啦。接住落嚟係講解點樣將洗碗機連接 Home Connect 流動應用程式。打開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之後，我哋選擇新增電器，確定手機或者平板電腦連接咗 WiFi， 同埋開着咗藍牙功能之後撳繼續。依家程式會開始搜尋你附近對應遙距控制嘅西門子家電，我哋選擇透過 QR Code 或以編號做連接。咁程式會開啟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相機功能，用相機掃描位於洗碗機門框頂部位置嘅 QR Code。呢個時候程式就會出現連接方法，開着部洗碗機，等10秒鐘之後，撳住 Remote Start 掣5秒鐘，顯示屏顯示建立連線或者 WiFi 圖案之後，我哋撳搜尋電器。依家程序開始同洗碗機進行配對，第一次做連接，有可能需要輸入你用緊嘅 WiFi 密碼。呢個時候唔好退出應用程式啊！連接嘅速度會視乎本身網絡嘅速度，一般情況下3分鐘內可以完成連接。當出現成功配對畫面，代表你已經成功連接你部洗碗機啦。撳繼續之後，程式會出現呢部洗碗機嘅控制方格，撳入去就可以遙距操控你部洗碗機啦。關於 Home Connect 注意事項： 1. 連接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，必須要先註冊一個賬戶。 2. 配對前必須連接 WiFi 網絡，同埋開啟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嘅藍牙功能。 3. 唔好同一時間超過一部智能裝置做配對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大家選用西門子嘅電器。